各位觀眾，以下係2026年4月12日嘅國際新聞。首先關注中東局勢最新發展。美國同伊朗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嘅高層會談，經過長達21小時嘅馬拉松式談判之後，最終未能達成任何實質協議。今次會談被外界視為兩國多年以來最重要嘅外交接觸之一，但結果反映雙方分歧依然深刻。據了解，美國方面要求伊朗全面停止核武相關發展，並接受更嚴格嘅國際監察，而伊朗就要求全面解除經濟制裁，同時提出戰後重建補償等條件。雙方立場強硬，互不讓步，令談判最終陷入僵局。分析指出，談判破裂意味住短期內中東緊張局勢難以降溫，甚至有機會進一步升級。另一方面，霍爾木茲海峽目前仍然處於高度戒備甚至局部封鎖狀態。呢條海峽係全球最重要嘅石油運輸通道之一，一旦受阻，將會直接影響全球能源供應。國際油價近日持續波動，多國政府已經開始評估應對方案，包括釋放戰略石油儲備，以穩定市場。至於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黨之間嘅衝突亦未見緩和。雙方連日互相空襲同炮擊，邊境地區局勢緊張。據當地消息指，衝突已經造成超過2000人死亡，大量平民流離失所，人道危機持續惡化。聯合國呼籲各方立即停火，並開放人道救援通道，但目前未見有突破性進展。轉到歐洲局勢。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，為配合東正教復活節，俄軍對烏克蘭實施為期1日嘅暫時停火。不過，烏克蘭方面對停火安排表示懷疑，指前線仍然傳出零星交火。分析認為，今次停火更多係象徵性舉動，未必能夠改變整體戰局。俄烏戰爭已經持續多年，雙方喺軍事同外交上都陷入長期消耗狀態。歐洲多國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同經濟援助，同時加強對俄羅斯制裁。不過，能源問題同通脹壓力亦令歐洲內部面對一定挑戰。再睇亞太地區。新西蘭北島近日受到強烈氣旋吹襲，多個沿海地區出現嚴重水浸同山泥傾瀉。當局已經下令大規模疏散居民，並啟動緊急應變機制。部分地區電力同通訊中斷，救援工作受到影響。氣象部門警告，未來數日天氣仍然不穩，呼籲民眾保持警惕。另一方面，阿富汗西部發生槍擊事件，造成至少11人死亡，多人受傷。當地安全部門正調查事件動機，但外界擔心事件反映當地治安情況仍然不穩。南美洲方面，巴西部分地區出現嚴重洪水，多條河流泛濫，影響數以萬計居民。當局表示，極端天氣同氣候變化可能係導致災情加劇嘅主要原因之一。加勒比地區亦發生重大意外，海地一個歷史古蹟舉行活動期間，突然出現人群擠擁，引發踩踏事故，至少30人死亡，多人受傷。救援人員形容現場情況混亂，死傷者之中包括兒童。當局已經展開調查，
並承諾會加強大型活動安全措施。經濟方面，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已經對全球供應鏈構成壓力。印度政府宣布，原定舉行嘅國際鋼鐵會議需要延期，原因係航運同物流受到影響。多國企業亦開始重新評估投資風險，市場氣氛轉趨審慎。分析指出，如果能源價格持續上升，可能會推高通脹，拖慢全球經濟復甦步伐。科技同商業方面，多間大型科技公司近日加強人工智能投資，期望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中保持優勢。有專家指出，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迅速，但同時亦帶來私隱同倫理方面嘅挑戰。氣候方面，歐洲多地近日出現異常高溫，英國部分地區氣溫高達攝氏24至26度，遠高於往年同期水平。氣候專家表示，全球暖化趨勢持續，極端天氣事件將會變得更加頻繁。2026年有可能成為有紀錄以來最炎熱年份之一。聯合國再次呼籲各國加快減排步伐，以應對氣候危機。最後睇下文化娛樂消息。美國年度大型音樂節 Coachella 正式開幕，多位國際知名歌手參與演出，吸引大批樂迷到場。活動帶動當地旅遊同經濟，但同時亦加強保安措施，以確保活動安全進行。總結今日重點國際新聞：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美伊談判未有成果，俄烏戰事短暫停火但前景未明。全球多地出現天災同安全事故，經濟同氣候問題仍然困擾國際社會。以上係今日嘅國際新聞，多謝。